句我说懂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江道佩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哎，真是天晓得啦！我老罗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。我虽是身上山呀一出汗，强雄霸道我不会做。才难耕种，我只得生山人儿当拉夫。上言道男子30人家业，因此让拜托老拉没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配夫妇有谁知吵吵闹闹起风波，那黄花闺女多多少，今日我可命寡妇却为呀好。老拉昨日他哭，事到今日我才清楚，他骗我姑娘不肯嫁山里老，又以为寡妇倒不错，他是你收情家眷慎重儿，使人看见一句在目，家贫父贱难守寡，你自己愿意嫁上夫？我自己愿意的，短命辣子。他还是一位乡里万丈夫，二位小说讨媳妇。我花去3里80钱，下门里万不算数。哎，是80钱哦，你凡不知道。我不做强盗，不做人，你道我80钱钱是从哪里来？我本是锦绣，本是锦，平平翠翠翠龙来。今别人是东方花烛人上杯，我老老是一场欢喜百人悲。这年新绣花人会，今生莫想再把期望配，我是区区薄人犯千丈，败落得一个江道配。他一
他穷人富人情难配，他把着亲人比容易，多少心寒去换来，狠心人得了我的满身钱，还牢牢他背下了一身债。我恨那子冤婆婆，不应该翻墙牢牢来自关。只见他有时懊恼，他有时悔，倒入一旁发了呆。倒叫我要是不能死